啊。好凉快，明天就降温了，后天好像只有25、26度吧，反正最近后面几天下暴雨，然后到周4、周5会好一点。稍微看啊。水有好了有了，这个女孩子没有问名字，哎，怎么全是translation？哎，又有问题了，这个网络有问题，横屏的没问题，竖屏有问题了，要是开了横屏、竖屏都开了。哦，晚上好。开8K， 等一下我开8K 算了。昨天晚上拍了8K， 今天天气要凉快一点，可以拍久一点。昨天拍了45分钟，就够热了。这小倩来了。守望卓玛，小倩，后面老福。这个女孩子是谁？美美和那个小千错也来了。4K 是拍8K 的，朝阳得数。
电影就去年也没有这样子，去年抢公票比较多。都可以，人高，穿啥都好看。搬着跑的吧。高一点。要停等时间了。不得停哦，他停几？高考。哦，6月1号到14号，咋不能停呢？他只停中间是1到14，那是郫都区嘛。那是郫都区，不是成都市的吧？不是哦。哎，去年都没停嘛，早。那停居然停了1个礼拜嘛。啊，但是没停14天的嘛。高考中考假期。华地通在乐山给我看了点。说今天从1号开始啊？啊。从1号停了。哦。停了14啊。乐山给我看了通知的。这了吧？今天喊你们全部来呀，就这个。还没确定到。没拍，我跑过湾区拍算了。要去哪儿？有没有多请去6月拍他们跳过走？太远了，算了，近一点的国家也可以。美国太远了。丽丽6月11号，6月11号她是在过生，你才有个第一次吧？多麦和那个鸡煲在后面。今天会下雨吗？小哥可以不吧？啊，
效果可以，这个肯定要提升很多。哦呀，那不可以，不可以，我感觉。啊，这个不用那个，不用拍。像昨天晚上拍那个哈利是手机放的那个，他都拍的跟那个吸音的那个不一样，都完全都不一样，都不需要那个。我是搞一下子嘛，哎，我是嘛，哎，有那毛毛高看见了没有？反正就是成功的时候可以用呀，有好风，好风的话是，哎，像那种什么用前面买后面的声音，它就在上面，它都有。我都用哪个功能？这种我用的是前面。那你肯定不一样，你看，因为你自己看声音，你自己记录一下嘛，你自己知道。一般的那个最左边那个中间圆圈，全机全部的这个全员声音，对。他前后都说完了，前后全部一片。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咏春儿，这个衣服很少见，反正我第一次见到穿那种，好看。后面是朋友。
还有了。下，上，下，就跳那个吧，他要跳了吧？你去换嘛？都要跳嘛，我就会跳，怎么不跳呢？这个有点这个手部有点寒一点，宗教的那种。妹妹和他们两个人走。他们四个在一堆，我四个在一排，后面第二排，这端看了好多啊。这已经有4个人了，看吧。他跑太慢了。差不多嘛，出个生日，那就苏先生给做嘛做生日嘛。6月7号是几号啊？高啊，没注意，他不是在休息嘛？他高考期间。把小妹弄到第2天去，把小青草弄到第2天。
表情。好了，姐姐一起跳，小朋友在一起跳。哦，对呀、这个是珊瑚美洲，这个是他妈妈那个小朋友的。昨天取证了他妈妈。他很少第一圈跳，一般都是第二圈。小罗来了，小罗。我今天忘了。噔噔。哎，老师，你们就不要。
8点。老板，回来，别跑！喂！不要你跑了吧？分钟了哈，跑！要分钟了。我拿那个。好了，回来吧。他你看哪个辣椒跑那边去？我的头啊，剪了好短的半嘛，他的长节，他之前早些去整头啊好长，头发剪了只有1/2了。这头儿的颜色和后面那个颜色都差不多，这个颜色也差不多。哦，未来那个是深色的。林立未来。2个喇叭来选，之前是1个喇叭，它2个喇叭串在一起的。他们2个李汤走马和翁母基本上1年以来从来没有换过位置，除非什么李汤没来呀，基本上2个都在一起。
보지 윤조 너도 현천대로 한다 알고 야슈 아이 거지 야슈哎，哪个来了？喊你，喊你，来了喊你，喊你。呀呀中大说呀呀中呀呀高多小了上上中着了哟呀说啦呀的怎么我说一般啦。야 보여 너마 나 장동 소리 금방서 걸림 첩보 차가 야야야 어리 야야야 보여 어서 유해
最喜欢的，我也是。好几天没来了。哎呦，少半个月。1分钟。进来，进来，来。进来。呀吉呀木头是吉朗达木手举萨开旁有三大木手举萨开旁有。哇，这小柱子的汤看能着这穿票啊！哈哈。
le cate mo che se yo yes Yamanya ko banana te yes 几点？是不？你们唱跳噻？诶？6月11号弟弟的生，6月7号走马车的生。像爸爸给跳的。
猪，但是不是康猪。康猪。再跳一个，你想爸爸？爸爸，这个不是，这个是龙猫的同学。跳久一点，跳9点半算了。跳不跳？哪时候下班了？还跳？再跳一个？还可以，再跳个8宝，再跳8宝。
上吗？2块吗？这个好吗？对，这个放脖子上就行。你拿啥？我去拿手机。唉。不能这样大姐姐。去青阳宫拍噻，这几天青阳宫没人在晚上就有了，他们这儿跳不到了，他们都跑过去。我在青阳宫进的衡山，我就得进了，这都美女水。对呀。哎呀，这青阳宫小堂跳太久了，跳晚上11、2点、1点钟。6月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儿童节。不准跳，莫上去。我问了他要的。没定了嘛，没定下来，没定下来。没定下来。可能不知道了，俺们对说，他们不说的，后面可能还没跟他发通知。对啊，没有，没定下来。儿童节快乐！因为人民公园都放了，不准跳了。人民公园不让跳嘛？不准跳。人民公园旁边有坐的嘛？人民公园有坐的，旁边这个隔得远得很。人民公园那把子都隔得远得很。他白天跳嘛，白天里面也得。白天不准跳了啊！白天不准跳。戏里都来了嘛。不准跳了。哦。那个不是发的通知，人民公园不准跳了，还有地铁公司我们门楼下的都把那个报告了不准跳。啊，不准对吧？也那扒来的，人家做了好多年。就是别个要服务，还要服务起了嘛，不光是为了100。考一下就10年1000多万。中考。高考考了好多，好了有上千万嘛，1000多万，就业压力好大哦，一年比一年人多。这个是先。你先领我来的。看你把我拍到你做了人少，这里太多。明天就是我们看，明天不知道哈。这通知嘛？对，应该是不能跳。因为广场舞，那个广场舞应该通知吧。去年没这么早。去年跳了4块。那天那个秋季那天上雨那天我看你们啊，那天我在青阳宫。这儿开始明年的说的不能跳，青阳宫跳。啥子？休息了嘛，6月11，6月1号到14号。他身上有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洗澡的，说的是没等通知。 6月1号。通知。好像去年的没有。13号就没洗澡了。所以是要洗澡啊。好热哦！天哪。他早上遇见下雨的时候，他在外婆肚子全是湿的，干脆就给他洗了上了。他下半身很香，上半身我感觉我长了。他到处拉尿啊，他下半身肯定是湿的。香是吧？臭，生这样。